简亲王一定早做好了准备，所以你妹妹那阿奇的口供就尤为重要。因此，等她醒后，你一定要说服她认罪，并且来告发简亲王。罪臣请皇上放心，罪臣一定会说服那阿奇认罪，并告发简亲王。好，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不好！万岁爷，那奇服毒了！啊！快，传金太医。这，皇上，那奇服的不是毒药，罪臣在来的路上已经把药给换了。那奇以为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偷听见简亲王嘱咐他，若在后宫遇到不测，就服毒自尽。王爷，王爷，遵王爷之命，那13个武士已经每人发了笔钱遣散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这，王爷，为何不杀掉这些武士，以免后患？这些武士的武功高强，杀光他们谈何容易？更何况掩藏尸体也是个问题。这些武士都是江湖人士，来去无踪，遣散了他们，对本王不会有什么后患。拜蒙，现在这些武士也没有了，那月对本王的指控还能站得住脚吗？哼，议政会议能相信本王会行刺皇上吗？说简亲王嫉妒会行刺皇上，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！所以我要告诉议政会议和皇上，那月是因为个人恩怨，报复诬陷本王。哥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何要出卖王爷？你又为何把我带进宫来？妹妹，简亲王要刺杀皇上，他还要拿我当替罪羊，还要杀你灭口。不，我不相信。王爷怎么可能会杀我灭口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妹妹，这是我的心腹莫达亲耳听到的。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，是为了让简亲王那个黑心肠的恶人受到惩治。我不信！王爷马上就要让我做侧福晋了。王爷他那么喜欢我，他怎么舍得杀我呢？那奇，我是你亲哥哥，我能害你，能骗你吗？好，从现在起，我一句话都不说了。皇上，罪犯不可招供，是否要严刑拷问？啊，皇上，罪臣恳求皇上，不要对那奇用刑，我一定会劝他招供，并揭发简亲王。好，朕看在你主动投案告发简亲王的份上，可以暂时不对你妹妹用刑。虽然她拒不招供，但是已经承认了她是简亲王的女人，这些已经记录在案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把那奇先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不得有任何意外。这。哎呀，基督，你必须向阿玛保证，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阿玛，儿子对天发誓，儿子说的话句句属实。你认为那月带着那奇进宫，是想用那奇的毒医案来诬告你？儿子认为必定是这样的。儿子现在想不出来，他还有什么事可以诬陷本王的。现在这个毒医案必然不小，皇上若信了那月的话，你定脱不了干系。毕竟董小宛被毒医差点毒死啊！皇上要知道谁是毒医案的主使，一定不放过呀！哎呀，阿玛，儿子这么一大早过来找阿玛，不就是想让您想辙的吗？你一定老实告诉阿玛，毒医案的主使是不是咱家
灵珠啊，你是不是也知情啊？喂，阿玛问你呢，你现在有难呐，阿玛要帮你啊，你要将所有的实情清楚地告诉阿玛呀。阿玛，儿子现在说出全部的实情。毒一案的确是灵珠指使的。董小婉被毒一近身了一段时间后，拿起才告诉我，儿子是事后才知情的，没阻止灵珠，因我认为这件事天衣无缝，也没敢告诉怕阿玛您担心呢。基督，你敢不敢肯定，纳奇不会说出你后来知道毒一案的事？儿子能肯定，纳奇对儿子用情很深，他甚至可以将性命置之度外。你呀，就是被这个女人害的，你为情所误惹上麻烦，阿玛要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呐。是，阿玛教训的对，儿子是为情所误，又被那个那月给诬害。阿玛，您一定要帮儿子。你是阿玛的儿子，我能不帮你吗？起来吧。各位王爷，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若是本王有一句不实之词的话，本王将担全责。各位王爷都知道，因为本王性情耿直和曾冲撞过皇上，皇上对本王一直心怀不满。本王担心皇上偏听偏信了那个奸人那月的话，治了本王的罪。若这莫须有的罪名成真了，本王担心各位王爷以后也一不小心就担上了这莫须不说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闷头大睡。他哥哥一再劝他，一点用也没有。他不相信嫉妒会杀他，他爱嫉妒，他想保护他，所以他才会如此坚决。皇上还是不打算对他用刑吗？你觉得对一个主动寻死的人来说，用刑还能有用吗？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让他相信他所爱的男人是真的要杀他，他才会崩溃，他才可能指控告发简亲王，朕才能顺利给简亲王定罪。这个嫉妒真是胆大妄为，他居然敢主动进宫，在议政会议上陈述他所谓的案情。整个事情，嫉妒一定做了通盘的分析，他认为朕无法定他的罪，所以他才反守为攻。嫉妒啊嫉妒，你真的是罪恶滔天。若朕不能取下你的人头，就枉做着大清的皇帝。敖大人，你说那月竟然指控本王要行刺皇上，还把后宫的毒医案，把天地会的2次行刺全都诬陷在本王的头上，你们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哼，我看真是疯了。简亲王会行刺皇上，说给谁都不会相信。这个那月，他因为卖官，让简亲王发现了，要治他的罪，他便丧心病狂的想置简亲王于死地。这个那月必须处死，必须处以极刑，给后来者一个警示。对呀，各位大人，这件事实在太严重了。那月的诬告，竟然要置议政大臣于死地呀！本王现在怀疑，这个那月是有背景的，一定是有人在他的后面指使他演了这么一出啊！本王也有此怀疑呀。本王也有所怀疑。简亲王，你不是要面见皇上，陈述冤情吗？跟我走吧。各位王爷，我的话
请记住，如果我议政大臣简亲王嫉妒，真的被这莫须有的冤案关入大牢，或者是人头落地，那等待各位的下场，怕也比本王好不了多少。各位王爷也都在怀疑那月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，那本王就直言吧，本王认为，这指使郑兰旗副统领诬陷本王的人就是鳌拜。简亲王，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废话。你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呢，还是想让我叫人把你抓走啊？鳌拜，本王跟你走。不过过不了几天，你就要恭恭敬敬的送本王回王府。哼！万岁爷，奴才还有一事，要请万岁爷旨意。那月拿旗之事，后宫要不要保密呀？不用，相反，这件事情，你让你下面的人把风吹出去，吹得越大越好。万岁爷这是要后宫犯罪的皇妃惊惶现形，这是要收网结案了。启禀皇上，简亲王说有要事面见皇上，说是要陈述冤情。他想见朕，哼，朕还不想见他呢。敖大人，这件事情，你跟刘光才先生审问情形，一定要做详细的记录。这，简亲王，这次你是逃不掉的。臣等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吧。太后娘娘，这那月显然是诬告啊，是极其可怕的诬告。先前，简亲王跟老臣以为那月是用后宫毒一案一事诬告简亲王，因为简亲王确实跟那月的妹妹那岐有那种关系，但是鳌拜说那月要指控简亲王的是行刺皇上。太后，臣等听了都懵了。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害人了，也是荒唐至极，是有人要置简亲王于死地呀！所以臣等赶紧来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臣等一致认为，简亲王绝对不会有行刺皇上的念头，更不会有什么行动。那个那月，为了报复简亲王，为了给自己卖官求财免罪，也为了替他妹妹减罪，他是丧心病狂，孤注一掷，陷害简亲王啊！这件事，哀家已经听皇帝说过。哀家可以告诉你们，皇帝根据那月的控告，是有几分相信弑君之说的。太后娘娘，难道皇上真的信了那月的诬告？是诬告还是实告呢？恐怕要查实之后才能下定论。但此案牵扯到简亲王，哀家也知道皇帝平时很讨厌简亲王，所以哀家重重提醒了皇帝，此案绝不可以妄下结论，必须要多方查询证据，要让议政会议信服，不可以铸成冤案。太后圣明，太后圣明，太后娘娘，臣敢以性命担保，简亲王绝不可能有
行刺皇上的想法，哪怕是一闪念，都绝不可能有啊！怎么办呢，姐姐啊？我们该怎么办？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用莫须有的罪名来诬害议政大臣简亲王，臣等十分的震惊。臣等以为那月会不会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才这样做的呢？因为那月从山庄逃出来的时候，没有直接进入皇宫，而是径直去着鳌拜。老臣想起这件事，总觉有些蹊跷啊。王爷是说，那月是受了鳌拜的指使，陷害简亲王。姐姐，看来这次灵珠真是要完蛋了。那岐毒液案的主使，准是灵珠和他那个堂兄简亲王。简亲王如今已经被抓了，那岐还是他的女人。那只要那个那岐一开口，这两个人的罪便是定下来了。这一次灵珠，她的皇贵妃之位怕是不保了，说不准会被打入冷宫。淑妃，你还没把事情看清楚。如今的灵珠，已经不是保住妃位或是打入冷宫的事了，而是她的脑袋能够在脖子上待几天的事了。红玉想的要刺激多了。哦，太后娘娘，臣等还有一个请求：简亲王一案无比重大，议政会议当介入质询查证。现议政会议只有一人，且有嫌疑的敖大人介入此案，显然有失公允。臣等请求太后娘娘指定我2位议政大臣共同审查此案。这个请求合情合理。郑王爷因为与简亲王的关系不宜介入，哀家看就索大人和鄂必龙2位大人一并参与这件通天大案的调查审理。这件事哀家会告知皇帝，请皇帝务必同意。太后娘娘圣明。皇上在后宫散布这些消息，显然是针对皇贵妃而言的。这至于举女官那岐，是简亲王的女人，皇贵妃呢，又是简亲王的堂妹。这些说明了什么呀？说明这件事情啊，与皇贵妃还有简亲王都有关系。这么说，皇贵妃这次受到的惩罚将会非常严重了。本宫告诉你，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吧。我们的皇贵妃灵珠极有可能会被处死。皇上，这简亲王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？这个嫉妒啊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今日竟敢向朕公然挑衅了。他已经说服了议政会议，让议政会议向朕和皇娘施压。这不，皇娘刚才派人告知朕，他已经答应了议政会议的要求，让索尼和鄂必龙一起审案。那议政会议介入的话，这简亲王的案子是不是更难定了？是啊，现在基尔哈朗等5位议政大臣，他们一致认为，不相信简亲王会犯弑君大罪，他们就认定了这个那月是受了鳌拜的指使，而且他们的意思是鳌拜是朕指使的。不过这话他们没敢直说，但是他们把对鳌拜的质疑明确告诉了皇额娘。那皇额娘让2位议政大臣共同去审简亲王，是不是说皇额娘对简亲王刺杀皇上一事还有所怀疑啊？不，
朕跟皇额娘从来没有怀疑此事。现在朕跟皇额娘必须要做的，就是对议政会议还有朝廷负责。如果朕跟皇额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是绝对不能定简亲王罪的。当然了，简亲王深知这一点，他才敢如此的放肆。因为他以为，朕找不到证据，朝廷绝不会动他，朕也不会动他的。他自信，3天之后，他一定可以平安无事的出宫回家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，3天之后，简亲王就要被无罪释放，就是因为他是议政会议的大臣。你真是聪明，这是朝廷给议政大臣的礼遇，所以简亲王他才敢这么狂。就算他没有被处死，这次也是彻彻底底的完了。妹妹呀，姐姐要恭贺你大喜了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妹妹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妹妹不大明白。姐姐答应过你，几年之内必让你进位皇贵妃。现在皇贵妃完蛋了，这后宫的女人有哪个能跟你争锋啊？再加上你肚子里现在有皇上的孩子，这又多了些筹码。好。若不是那岐提早出宫，我怕是再也见不到王爷了。我好怕。妹妹，简亲王要刺杀皇上，他还要拿我当替罪羊，还要杀你灭口。拿起，我是你亲哥哥，我能害你，能骗你吗？王爷他那么喜欢我，他怎么舍得杀我呢？德妃娘娘，请坐。那岐女官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清楚简亲王和后宫某位皇妃的罪行，可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揭发他们？我知道，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。你哥哥为了保护你，也为了保护他自己，毅然站出来揭发简亲王的罪行。难道你哥哥的话你也不信？你哥哥他会害你吗？如果你不开口，你哥哥那月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。议政大臣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哥哥受他人指使来陷害简亲王。倘若简亲王的罪名没有被坐实，那你哥哥就会因为诬陷朝廷重臣的大罪而被杀头。那岐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告发简亲王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爱他。可倘若你所爱的男人是一个坏人，是一个恶魔，那你舍身保护这样的坏人，是不是不值呢？德妃娘娘，简亲王他不是恶魔，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杀我。那岐，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，你是个很漂亮的女子，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坏人。可我想问，你为什么会用毒衣净身这样恶毒的方式来害我呢？你知道我在中毒的时候有多痛苦吗？每天都如万箭钻心的痛。
我想叫叫不出声，我想动动不了身。我知道我是被人害了，想不到是你呀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是受人的指使。你可以告诉我指使你下毒的人是谁吗？德妃娘娘，那岐为这事儿向您道歉赔罪。那岐，对不起娘娘。那岐甘愿受罚，但那岐不想再说此事了。那岐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这件事是简亲王和后宫某位皇妃做的案，即便你不开口，朝廷也会查清他们的罪行。德妃，我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只求你走。那岐犯了罪，那岐犯的是死罪，我只求一死，但我绝对不会出卖王爷。那岐，就算你不惧一死，可你有没有为你哥哥想一想？有没有为你父母家人想一想？你这样保护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你的选择是对的吗？那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简亲王是真的爱你吗？倘若他真的爱你，他会想杀你和你哥哥？他只不过在利用你们兄妹俩，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罢了。他未能实现自己的狼子野心，连皇上都敢杀，更置天下百姓于水深火热而不顾。这样的人，他会在乎你的痴情？他会在乎你对他的真心吗？那岐，如果你能开口揭发简亲王的罪行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帮你向皇上求情，让他免除你和你哥哥的死罪。我也会求皇上法外开恩，争取让你和你哥哥获得自由。娘娘，他不会再说话了，我们走吧。巴达在，看好那岐，不能出一点意外。英大人放心，我们随时看着他，这里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。娘娘，那岐，我对你所说的话，我希望你再认真的、仔细的想一想。罪臣拿月叩见3位大人。拿月，将你所知全部案情，如实向本王陈述。是。皇上，小婉今日觉得那岐内心已经有所震动，有所动摇，只是那岐太过爱简亲王，所以他不相信简亲王会杀他灭口。这那岐心里的全部症结，应该就在这里。所以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，必须让他相信简亲王就是要杀他灭口，而且那岐的口供还直接关系到毒医案的主使。哎，皇上，
这毒液案的主使肯定是皇贵妃无疑。哎呀，这还用你说吗？皇上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证据，必须要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才能定他们俩的死罪。还用这么麻烦呀？我还以为皇上既已知情，您一道圣旨，就可以将那个简亲王和皇贵妃咔嚓一声人头落地了呢。嘿嘿，扣扣，你说的那个咔嚓一下，那是暴君，暴君才想杀谁便杀谁。朕不是暴君，所以朕就算判定谁有罪，也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，你懂吗？皇上，扣扣懂，只是扣扣实在恨死那个差点把姐姐害死的皇贵妃，才这么说的。德妃，你好像想到了什么办法，是吗？不瞒皇上，小婉心里还真有办法。索大人、鄂大人，本王很高兴你们坐在这里。议政会议现在介入此案，本王就不用再担心有心人会陷害了。简亲王，本王和鄂大人同审此案，这是皇上和太后娘娘对议政会议的信任。我们以事实证据为凭，最后的结论也只能是以事实证据说话。希望简亲王有问必答，有答必实。哼，索大人放心，本王说的话句句事实。简亲王，本将军奉旨到你京城郊外的山庄进行搜查，那月也去了。我们去的目的，原是为了找到你让那月训练用来搞行刺暗杀的武士。哦，那你的人搜到了所谓那月编造的武士了吗？武士虽然没有找到，却仍找到那条暗道，这就证明那月所言不虚。敖大人，那些编造的武士沿暗道跑了出去，敖大人你看见了？简亲王，你不必嘴硬。如果你果真是清白无辜的，本将军自会放你；但若你真有罪，本将军绝对不会轻饶了你的。敖大人，嫉妒若真有反心，又何必费尽如此周折？恐怕早已率亲兵杀入宫中，却为何眼见计划败露，仍按兵不动，甘心就范呢？简亲王，这其中原因恐怕要问你自己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众位爱妃啊，现在朕已经掌握证据，后宫制衣局的女官阿奇用毒衣毒害德妃一案的真正幕后主使者，便是简亲王。